在荷兰，志愿者组织了一次自行车之旅，以引起对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并支持维吾尔青年人爱你的志愿活动。10个月以来，他一人在阿姆斯特丹坚持继续了示威活动。志愿者完成了约80公里的自行车之旅。与此同时，维吾尔记者米尔卡米利卡什格尔在土耳其马拉什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讨论了东突厥斯坦和伊斯兰世界。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学院突厥文化研究俱乐部举办的突厥世界音乐节圆满结束。活动上，维吾尔歌曲和12姆卡姆引起了观众的关注。东突厥斯坦民族英雄奥斯曼巴特尔用自己的生命和斗争，在历史长河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将于本月24日纪念奥斯曼巴特尔出生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载廷波尔诺市喀斯利车西马文化中心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奥斯曼巴特尔的一名孙子将出席会议。斯里兰卡政府方面宣布，在该国发生的针对3座教堂及3家酒店的总共6起袭击事件，是由7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逝世的。首都科伦坡宣布了新的宵禁。斯里兰卡政府称，圣战组织要为此次爆炸案负责。另一方面，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承认，有组织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情资线报就已通报给中央情报单位，但这些资料全都被不明扣住，根本没有上报。他表示，将审查为何未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特朗普政府将宣布终止对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随着美国取消对有关国家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日本、韩国、土耳其、印度、意大利、希腊和中国将面临停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压力。美国此举是为了在其退出伊朗核协议1年后，加大对德黑兰方面的压力。